江門又有人才房補貼啦，根據最新嘅2026年人才房補貼，最高嘅話可以直接減6萬，公積金可以多貸20萬，還可以再疊加20萬嘅高層次補貼。咁今日就唔廢話啦，將江門最新推出嘅人才票由申請條件到減幾多、點樣用、可以疊加乜嘢、邊啲樓盤可以用，全部都同大家講得明明白白。記得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啦。而今次嘅補貼呢，係政府加開發商嘅雙重補貼，直接可以抵扣房款㗎，唔需要報銷，唔需要墊錢，簽合同嘅話咧就立刻減㗎啦。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政府嘅統一補貼，固定1萬，呢個係人人都有份嘅。第二個咧就係企業補貼，要按照面積去分檔，買100平方以下嘅話咧，開發商就補3萬蚊；100到144方咧就補4萬蚊；而買144方以上嘅話咧，開發商就可以補5萬蚊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如果你買一套145方嘅大平層嘅話，政府減1萬，開發商減5萬，咁咧你就直接少咗6萬嘅啦，冇任何嘅套路。唔止房款減，公積金亦都同步加碼，由4月28號起正式執行。單人申請嘅話咧，公積金可以多貸10萬；夫妻雙方申請，公積金就可以多貸20萬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有公積金嘅你哋，以前家庭最高貸款係60萬，現在變咗80萬啦，可以話係直接可以選擇全額公積金貸款，既減低還款壓力，亦都減低還款嘅利息。咁至於大家最關心嘅就係點樣可以領呢？嗱，我將官方嘅3個硬性條件同大家一次嘅我講清楚，滿足嘅話呢就可以領啦。首先第一個條件就喺江門有穩定嘅就業，有社保，正常上班。而第二個條件就係學歷啦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或者有中級以上嘅職稱呢都可以。第三個條件就係家庭冇房，夫妻加上未滿18歲嘅子女喺江門市區內冇商品房，3條滿足嘅話呢就可以噶啦。注意啦，大專唔得啊，必須係全日制嘅本科、中級嘅職稱，必須係市區冇房，亦都必須係喺江門上班。咁申請嘅話咧，亦都非常之簡單，全程手機就可以綁定噶啦。微信搜索雲連簽小程序，呢個程序咧係尋日開始上線嘅。上傳你哋嘅身份證、學歷證、職稱證、社保證明、無房承諾書。咁官方咧就會有5日嘅審批時間，通過咗咧就會直接發呢個電子嘅房票。咁你買房簽合同嘅時候出示房票就可以減免噶啦，流程非常之簡單。但係要注意嘅係人才房咧係需要實名實用，並且限用1次嘅啫，有效期為2個月，即係話你嘅名申請一定要你哋家庭人買先可以，如果唔係嘅話係唔可以用噶。仲有一樣嘢喎，如果身處喺江門嘅博士後，更加可以額外補多20萬，合計咧就有26萬啦。呢個力度咧係真係前所未有嘅。咁目前咧納入人才房房源庫嘅咧，一共有31嘅樓盤，3600多套房源，鳳崗、江海、新會、濱江都有。如果你唔確定自己符唔符合補貼條件，唔知道自己想買嘅樓盤可唔可以享受優惠，或者想要一份完整可以享受優惠政策嘅樓盤名單嘅話，直接喺評論區打出補貼2個字，我將詳細嘅資料發晒俾你哋都冇問題。如果大家覺得呢條視頻對你哋有幫助嘅話，記得點個關注，就收藏起嚟，轉發俾你身邊有用嘅朋友啦。